大家好，我米芳华，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一件顶礼拜我甲阮朋友亲身经验到真奇怪的代志。因为阮两三个朋友家己咧讲，实在伤扯，不如讲出来，互大家同齐扯一下。代志顶礼拜发生伫新德县的山顶。我伫遐洗一间厝，到呾大已经4栋啊。顶礼拜迄一天，阮朋友带因囝3岁，叫做圆仔，来找我佚佗。暗时因为圆仔吵要食糜，我就讲好，无我骑奥多摆来山骹的便利商店来买。结果奥多摆煞袂发。好，我就想讲，我规去塞车来买。买转来，开门一个入去到客厅，看看，人咧，听着便所有声。阮朋友甲圆仔应该是放圆仔咧放屎放尿啊，那伫便所啦。我就门囥伫桌顶，外头伊佫出去看我迄台奥多摆到底是倒位毋对。看咧，我想讲，放是无电咧，安尼我佫转来摕家私来甲充电。外头伊佫第二摆开门入去到客厅，拄啊好拄着阮朋友甲圆仔对便所出来。阮朋友看着我头一句话，就甲我问讲：你是糜拄买好转来是？我就想讲，我拄则头一遍开门入来，你无可能无听呀，因为便所离大门真近。我就讲，我糜已经买好，囥伫桌顶，你无看，我是搁入来摕家私要去充电的啦。阮朋友听的就真无讲话。迄时我还毋知伊迄个无讲话是一个真恐怖的意思伫内底。煞来我就迄个充电来甲创咧。阮就哪食饭，哪开讲，哪饲囡仔食糜，安怎啊？即时，迄个3岁的圆仔，才会晓讲的话还无几句。伊食糜食咧，雄雄补一句出来讲：“姐姐来啊！”迄时我听着，我心肝内就小可感觉有怪怪，因为确实我迄间厝毋是干那住我一个人，我有一间套房。洗互别人是一个查某囡仔无毋对，毋过伊去台南佚佗已经几落工无转来，迄天伊人嘛无伫厝里，哪会圆仔雄雄走一句出来讲姐姐来啊？现场就干那我、阮朋友甲圆仔伊本人安尼尔。胖是3岁囡仔黑白讲嘛，我嘛无甲加想，一直到昨暝。阮朋友雄雄佫赖一句甲我讲：“恁迄个厝骹敢若佫有平安？”问我讲：“你顶一回看到伊是当时？”我就走去看阮迄个厝骹的面册，讲：“前2工还佫有铺文，应该人无啥代志才对咧。”阮朋友佫叫我去问我迄个厝骹讲：“顶礼拜我去找你。”迄一天，恁厝骹到底是有转来啊无？我讲无啊，我也无拄着，你嘛无拄着啊？哪会雄雄问讲的人有转来啊无转来？就讲你莫问遐济啦，你先去问就对啊啦。我就赖互阮厝骹讲顶礼拜倒一工啊，你敢有转来？阮厝骹想想讲无啊，迄天我人还佫伫台南，我甲阮厝骹赖对话迄个记录翕起来。佫赖互阮朋友看，去看伊确实就是无转来啊！你问这到底是要创啥？阮朋友才甲我讲，迄暗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伊讲我出门去买糜了后，伊甲圆仔去便所，因为圆仔差要讲要放屎，结果。伊头一遍听着人开门，伊叫是阮厝骹转来啊。因为开门了后，是一个查某囡仔的声，
对大门遐哪靠哪对房间遐去，愈来愈细声，愈来愈细声，安尼规路吼过去。好，咱来整理一下这规个事件，到底无合理的所在伫倒位？第一点，阮遐无厝边，因为我住伫山顶，上近的厝边离我有200公尺，电视转甲上大声，因遐嘛听袂到。所以你若伫阮即间厝听到有人咧吼，一定就是伫阮即间厝，无可能是伫厝边。第二件代志是安怎我无听到？阮朋友听到讲，第一摆有人开门了后，就是一个查某囡仔的声对大门遐哪哭哪行入来。迄时就是我门开啊了后，我就甲门行入去，甲门放伫客厅桌顶，越头会阁出来。所以照讲，阮朋友听到查某囡仔咧吼迄丝同时，我人嘛伫客厅，我应该爱有听到才对。是安怎我无听到？过来第三点，其实时间甲地点讲起来拢真社气。我住迄个所在就是庄头边仔的山顶，庄头边仔的山顶一般来讲拢有啥？无毋对，蒙仔埔。其实我住迄间厝，规粒山头拢是蒙仔埔。过来第四点，时间。你若是有熟悉着一寡客人，你就知影讲，客人陪梦的时间，并毋是固定伫清明这一天，是元宵过啊了后到清明这之间，任何一天你要去陪梦，拢会做哩。只是差伫讲客人伊毋是叫做陪梦，因叫做瓜子。所以迄2天拄啊好，阮朋友来找阮迄2天，规粒山头四界拢有人咧放炮啊，噼噼啪啪的，因陪梦就会顺续放炮啊。敢会甲这有关系？可能有谁去互因搅扰着，还是安怎？真走来阮遮。过来上互我感觉即个代志毋是遐尼普通的第5点，就是阮朋友甲我讲，其实因姨仔毋是头一遍讲即款话啊。伊讲超半冬前，因为有亲情过身，所以阮朋友又去殡仪馆，伊仔无好地哦。毋过转来了后，迄几工，因讲因姨仔定定半暝要困进前，目睭看因房间门口，门开无人徛伫遐，姨仔就看遐，问讲：迄谁？因为2岁外3岁的囡仔，伊会晓讲话也无几句，就是上简单的讲，这啥？迄谁？安尼尔。伊讲，毋是干那发生一摆尔。伊讲，迄阵仔伊有去殡仪馆，转来差不多逐摆，因姨仔拢有共即款反应。暗时看因空空的房间门口，明明就无人徛伫遐，问讲：迄谁？迄谁？搁有一摆伊问咧，家己就转咧哭出来，迄谁？所以到底，人讲细汉囡仔看会到，是毋是真实有影？迄暝，伊伫阮兜讲姐姐来啊，伊是毋是正经有看到一个姐姐？若是有看到即个姐姐，迄甲阮朋友所听到的查某囡仔咧吼的声，是毋是同一个？是安怎我无听到？若准有，我伫遐住4冬啊！即个查某囡仔到底是对倒走出来？敢是对山骹的便利商店对我转来？这代志咱拢毋知。毋
毋过这就是顶礼拜阮亲身拄着的真怪奇的代志，讲互大家同齐来带一下。啊，若是恁兜有一寡几啊个嘛想要讲出来，甲大家同齐带，较赢你一个人带，欢迎你写字条啊，还是录音来甲大家分享。感谢大家，我是米芳华。